Lesson 17 Vocabulary Listen and practice 心情心情我今日心情好好我今日心情好好開心開心你點解唔開心啊？你點解唔開心啊？放鬆放鬆你放假可以放鬆下啦你放假可以放鬆下啦放心放心佢做嘢我唔係好放心佢做嘢我唔係好放心滿足滿足我覺得好滿足我覺得好滿足感動感動你感唔感動啊？你感唔感動啊？精神精神細佬每日都好精神細佬每日都好精神興奮興奮聽日就去旅行我好興奮啊聽日就去旅行我好興奮啊嬲嬲我唔知女朋友嬲緊啲乜嘢我唔知女朋友嬲緊啲乜嘢攰攰行咗一日你攰唔攰啊？行咗一日你攰唔攰啊？失望失望今日比賽輸咗我有啲失望今日比賽輸咗我有啲失望無奈無奈今日打風鋪頭唔開門我都好無奈今日打風鋪頭唔開門我都好無奈驚驚我最驚考試我最驚考試
緊張，緊張。我第一次上台表演，覺得好緊張。我第一次上台表演，覺得好緊張。寂寞，寂寞。陳先生自己一個喺外國，有時會覺得寂寞。陳先生自己一個喺外國，有時會覺得寂寞。擔心，擔心。阿妹第一次自己去旅行，我有啲擔心。阿妹第一次自己去旅行，我有啲擔心。運動，運動。你平時會做咩運動？你平時會做咩運動？打籃球，打籃球。我放學約咗朋友打籃球。我放學約咗朋友打籃球。打排球，打排球。佢每個星期都會打排球。佢每個星期都會打排球。打網球，打網球。我唔識打網球。我唔識打網球。打棒球，打棒球。我哋星期六去打棒球。我哋星期六去打棒球。打乒乓波，打乒乓波。我覺得打乒乓波好難。我覺得打乒乓波好難。踢足球，踢足球。佢踢足球好叻。佢踢足球好叻。球，波，球，波。呢個波太細喇。呢個波太細喇。體操，體操。細妹每個星期都去上體操堂。細妹每個星期
都去上體操堂。瑜伽，瑜伽，做瑜伽可以放鬆心情。做瑜伽可以放鬆心情。射擊，射擊，射擊比賽嗰陣要好專心。射擊比賽嗰陣要好專心。射箭，射箭，家姐參加咗射箭比賽。家姐參加咗射箭比賽。劍擊，劍擊，我想學劍擊。我想學劍擊。跆拳道，跆拳道，哥哥學咗3年跆拳道。哥哥學咗3年跆拳道。滑板，滑板，哥哥話佢會教我玩滑板。哥哥話佢會教我玩滑板。攀岩，攀岩，爸爸以前鍾意攀岩。爸爸以前鍾意攀岩。覺得，覺得，我覺得今日天氣好舒服。我覺得今日天氣好舒服。重要，重要，安全最重要。安全最重要。型，型，你件衫好型啊！你件衫好型啊！咁，咁，點解你咁遲嘅？點解你咁遲嘅？遲，遲，陳小姐今日遲到。陳小姐今日遲到。危險，危險，夜晚一個人行山好危險。夜晚一個人行山好危險。
畢業，畢業，我下年就畢業啦，我下年就畢業啦。之後，之後，我哋放學之後去打波啦，我哋放學之後去打波啦。旅行，旅行，你去邊度旅行？你去邊度旅行？比賽，比賽，聽日有排球比賽，聽日有排球比賽。之前，之前，我一般返學之前食早餐，我一般返學之前食早餐。肥，肥，我隻狗肥咗，我隻狗肥咗。瘦，瘦，你近排瘦咗好多啊！你近排瘦咗好多啊！先，先，我去買杯咖啡先，我去買杯咖啡先。導師，導師，呢位係我哋嘅小組導師，呢位係我哋嘅小組導師。好玩，好玩，呢個遊戲好好玩，呢個遊戲好好玩。試下，試下，呢間餐廳好好食，你得閒可以去試下。呢間餐廳好好食，你得閒可以去試下。下，下，我出去睇下有冇落雨先。我出去睇下有冇落雨先。諗，諗，我諗緊聽日去唔去踢波。我諗緊聽日
去唔去踢波？贏，贏。上次比賽係我哋贏咗。上次比賽係我哋贏咗。接，接。我去機場接你。我去機場接你。單，單。公司接咗一單大生意。公司接咗一單大生意。平時，平時。我平時唔食早餐。我平時唔食早餐。